长幼尊卑，以后可得记住了。嫂子，咱们聊咱们的。你想清楚后果。老祖宗传话，明日起，轩辕家主的位置就正式托付给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用在乎后果。走。这时候走，还有什么资格管你叫娘？你要是再动手，我就打折你的手脚，亲自把你送到老祖宗房里。何苦呢？等等！我若不死，必将杀你。景轩，大哥，你从小性子就着急了一点儿，有些事未到尘埃落定，就先别着急下定论。等什么尘埃啊？等你吗？轩辕大盘赐你丹药了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瞧得出来。老祖宗赐我丹药天冲气海，如今我也是指玄境，也算是有资格做轩辕家主了。这般拔苗助长，实属无根之木，对武道长远有害无益的。那我还得谢谢你提醒啊！这般着急，会毁了轩辕家的。那要怎样啊？景轩，你现在离开辉山，退出家族，我留你性命。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院子都不敢进，我就是当着你的面，打断了你女儿的手脚，再要了嫂子，你能怎么样啊？深山上下，家族内外都脏透了，这雨下的也算是及时，正好洗得干净。我看你是彻底疯了，你居然敢！这个家族是改变。二爷，有人看到三爷去了大房院子，起了争执。无可救药，眼里就只有这点破事，去看一眼。二爷，二爷，北凉世子徐丰年正在上山，巡山的门客请示，拦不拦？召集门客。是。原来你会瞒了我们这么多人。没瞒过，是你们看我只念书，就认定我是个废物。读书就能读出真气内力，差不多吧。终于要出手了。不破不立，辉山已经被轩辕大盘带上了一条岔路，今天就由我来拨乱反正，重归正途。好大的口气！论武学，你跟金玉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我。那就把你的天赋拿出来瞧瞧。
指玄，我便以指玄镜杀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空有功夫缺了心性，枉费了这拔苗助长的指玄镜。景轩，你刚才这一掌，还比不过北凉世子那一刀惊艳。等等，大哥，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我会杀了轩辕大叛的，家族复兴得留几条性命。我给过你选择。等等，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。我去和老祖禀报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，轩辕家属应该是你。死了？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牛江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江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刚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江，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回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江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将，大雪坪，圣人有云：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镜。管他什么镜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
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镜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，无法接掌徽山。前提是轩辕大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世子要上山，烦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停手！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说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走。终于走到这个地方了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得谎。如果轩辕大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就什么都结束了。谁还会在乎一句谎话的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年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这么多年，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100年威望，
全依仗老祖宗支撑，我代表轩辕一族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京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境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跟谁动手？开始了，你觉得谁能赢？我当然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，谈何容易？我愿只身探昆仑。天象境真能凭心意改天象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。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进城所杀。胡说八道！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坪了。不可能！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条件还不是天象性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。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象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的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这就是你的极限了吧？气行逆海，这一战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。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堆出来的天象境，这怎么变3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！
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真的是他！这是要停了！老祖小心！成了！你不惜性命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天象境杀不了你，那么就再上一层。天象境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，连王先知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神仙之地，陆地神仙，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！从善如登，虽难可达昆仑。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，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知进退。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
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。等，我可以让青松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上天。老主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，只有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！等等。北凉徐凤年，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抬走。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
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以一己之力搏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世子，这是辉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辉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辉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啊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叛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辉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哼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殿下也该想想，有朝一日，陆国和徐凤年，你们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华莺莺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让卿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，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作为家主，我们真的很有点太好了，我们也能研习武学。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叛已死，辉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，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
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都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常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，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！是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身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！雨停了，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了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敬城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，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，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收。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。为什么帮我？
徐凤年夺你机缘，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；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，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。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。从今后，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。门客凡有功绩者，亦可入内。这家伙，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？先生是？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，连累家人，是敬城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，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城兄说，轩辕大盘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要不单独聊？小姑娘，赏花呀？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哎，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，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
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。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忘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1年1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，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、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。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文就学文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就很好，总好过爹这样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憎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，祝我玉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，辉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屏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回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，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输于你，5亿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、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陈娘儿，来点。好东西。
去了。干嘛？有事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。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亡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蜀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伞镇辉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，够用心的。没办法，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是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陆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，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就送到这儿吧，我们自己下山。真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留着吃饭吗？轩辕大盘收藏了不少奇珍异宝、武学秘籍。他的东西我不想碰，怕脏了手。这还有完没完？大老爷吩咐，若世子未入古牛巷轩辕大阪宅院，这个锦囊就交付你。那我要是进去了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世子不负辉山，辉山必不负世子。我爹的话就是我的话。你爹这是要把他的武学心得传给我？世子应得的。小爷不要。这，世子。轩辕敬城最后登临陆地神仙之境，他这本心得堪称神物啊！我有我自己的路走，何必学别人？心得留在辉山，世子随时可取。你们先走，我有话跟他说。走了走了。你也回避一下。是。
你呀，你不用一句一句小心翼翼的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就你这样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还整天苦着一张脸。本世子对你没兴趣，把心塞回去，踏实办事儿，啊！走了，朋友，别送了。怎么了？问你个事儿。说。你来辉山到底是行侠仗义，还是早有预谋？辉山轩辕家族确实早就在我计划之中，但毕竟来辉山之前，不知轩辕家族中人品性如何，最后选择了帮轩辕清风，也是种必然吧。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行侠仗义了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但往往有的时候，行了好事，才会有好前程。哼，云里雾里。你借船还要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到最后时刻，谁也不告诉。为了报仇。江宁啊，我也说不出为什么。这次辉山之行见到的种种，让我心里多了一丝害怕。怕什么？怕徐骁。你别蒙我了，这全天下的人都怕徐骁，除了你。说你怕他，我才不信。我是怕他老了。小姐，大老爷吩咐，徐凤年若不接新德，这锦囊交给大小姐。徐凤年若不取新德，未来岁月必入天下，可谓辉山百年盟友。我爹究竟准备了多少锦囊？我这里只有这2枚。好料子，不便宜啊！是用私房钱准备的？这没交代。
可惜了那本心得了，没拿就好。啊，前辈此话怎讲？武学不是烩菜，越杂越好。你小子想掉他人道路啊，心境上倒是有几分两袖清舌的味道啊。还有心境这么一说？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把这册子拿了，那帮他的恩情不就扯平了吗？这么大个轩辕家，以后用得着啊。不过前辈这么一说，这心境上也说得通。看来我是武学奇才啊！哼。爹已经，我知道了。他也给你留锦囊了。有些话或许当面说不出来，要借这个说与你听。一个字没有。其实也是，早就没什么话可说了。他以陆地神仙境界击杀轩辕大潘，又安排门客刺杀轩辕敬义，给我留下消息，叫我掌控家族客卿。辉山一袭旧尘，重获新生，全是他一人谋划。最后还不是死了？难道您现在还觉得他窝囊？不觉得我们错怪他、误会他了吗？北凉世子呢？对你有什么打算？若能做个王室侧妃，也未尝不可。辉山百年基业做嫁妆，也不委屈你。让娘失望了。世子可瞧不上辉山，也没打算要我。他现在不要，将来却未必。娘这是盼着把我卖出去。各取所需，还不是求人？人活一世，哪有不求人的？我想试试。不做王室侧妃，也不要紧。如今风雨飘摇，借北凉之势稳住辉山。好了，娘不多说了。你长大了，心里自有定数。我想在大雪坪上为父亲修墓。随你。你一点都不在意。他酿的酒不错，一杯贵酒入嘴去，两朵桃花脸上来。这是爹写的。他还说过，山上那株老桂，每到秋日，桂子如玉，容而不媚。这话就好似他为人处事。你现在才说他的好，不讽刺吗？娘有说过他不好吗？爹为我们读书20年，终于读成了这世上最隐忍的陆地神仙。你放心，爹耗费心神留下这局面，我拼死也要让辉山不倒。
晋城，不与你赌气了。